一下，你先把那个放下来。你先做基础。现在平安。今仔日是大港节第2个主日，这时咱要请咱的青少年总男来点第2支的蜡烛。紫色啊，伫第2主日上顶就是咱的有备信心。信心是咱基督徒一生学习的功课。咱爱做咧学习，亲像信心之父创世纪所记载阿伯勒罕，伊真做一个真水的名，信心之父。因为上帝的听，互咱有盼望，有期待。虽然一冬会经过，咱无论你的经过是安怎，有悲伤，有失望，上帝的听对你永远是袂改变的。上帝的听要活络咱每一个筋骨，让爱走动。咱做来吟一首《让爱走动》。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变成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铺成阳光，编织伸缩着的梦。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变成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照亮阳光，变成闪烁着的梦。再一次来，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的手，让你每个灵魂再一次活过来，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变成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爱化成温暖的拥抱，
鼓声，互阳光。上帝名是超越的圣名，但学了的声无线，咱大桥教会伫遮来徛起，咱大桥教会伫遮来生团，大桥教会遮要来结福音的果子，学了上帝无线。尊贵的君王，全能大主宰，从亘古到永远，昔在和永在，快来的君王，何等荣耀！光阴的心跳之爱和对中对，心是那道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超乎万民之上生命，赞美的神永不停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教会再次站立，欢呼称颂直到永远，到永远。尊贵的君王，全能大主宰，从亘古到永远，昔在和永在，快来的君王，何等荣耀！你的奇妙慈爱够地诸天，心是这条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超乎万民之上生命，赞美的神永不停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教会再次站立，欢呼声中直到永远。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超乎万民之上生命，赞美的神永不停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教会再次站立，欢呼声中直到永远。再一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从万民之上生命，赞美的神永不停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教会再次站立，欢呼声中直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咱归阳光互上帝。主要做咱的导牧者，伊时常做咱的瓦靠，时常支持咱、安慰咱。伊是咱的导牧者，互咱逐项无欠亏。咱只是来吟这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愿拢我靠你扶持，抓到草坡环境者，必败又叫咱保庇。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想为我归属你。
持咱、引带咱、鼓励咱、扶持咱。虽然咱嘛有时陷落去魔鬼的落网，总是主的怜悯引带咱到正确的道路，互咱无来失迷。但恳求大牧者耶稣保护咱、疼惜咱到永远。咱来吟第3节。愿用细汉的时阵就来亲近你，愿用细汉时亲近你，爱要听咱你命令，心内比万通通着你，何你无有着这些？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想为我归向你，求主耶稣。求主耶稣，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用给我归向你。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想为我归向你。咱的牧者时常交代咱，教示咱爱常常有礼貌。爱时常咱的面爱带笑容，因为信主的人喜乐就是良药，喜乐就是良药。心情嘛会开挂，咱的面着迄个灿烂的笑容。常时咱嘛来学习来祝福别人，将主的平安带予人，人才会相信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信主的人。信主的人，上帝的确甲伊笑命命、疼命命。咱再来吟这首，我来祝福你。喜乐的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祝福。你我的境界，温存的同在，咱无搁心在海。上帝赏赐福气，互咱的满心。咱爱彼此相听通，彼此祝福咱的将来。我来祝福你，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的恩典这呢大，感谢唱出喜乐歌。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疼命命。喜乐的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祝福。开阔的境界，突出的同在，咱无搁受灾害。上帝赐福气，互人得满心。咱的彼此相听通，彼此祝福咱的将来。我来祝福你，你若来祝福我。上帝的恩典这呢大，感谢唱出喜乐歌。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疼命命。我来祝福你，我来祝福你。请咱较年轻的姊妹兄弟，请咱起立，咱来甲咱的长辈来做祝福。这呢大，上帝带着你我，我来祝福你，你嘛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疼命命。我来祝福来，我来祝福你，你嘛来祝福我。
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是配得我来感谢俄勒，因为你的信息是达到强冲，全地要往来俄勒无煞。我们用感谢入你的门，用俄勒入你的院。愿提声俄勒你的性命，因为主你是好，你的信息主要是到万世代。伫这个大降节，阮的心期待，阮的心仰望信心，是阮一生的功课。因为耶和华你的应允是不会跳针、不会落空的。虽然我嘛有拄着伤心流目屎的事，我嘛有失去亲人的时阵，但是你要为阮来拭去忧伤、拭去目屎，真做祝福。你要互阮的灵魂精英搁烧热起来，互阮的生命重新起做有气力、有信心、有目标来向前来跑战。即时我嘛为着兄弟姊妹身体软弱，无法度来到你的面前来恳求。因较无你，因敬畏你，因意爱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恩典的主，愿恳求你怜悯，你用慈爱来陪伴因，用你温柔的双手来扶持因。你的话要诚做安慰因，你的真实平安嘛要干撒到伫地。即时我嘛为着阮的牧者，甲阮的长职同工。要为着大桥教会遮徛起，大桥教会要复兴。求天父上帝，你互阮有教野智慧，掠基督的心做心，为着福音的事工，恳求你来为阮来开路，互未信的人进入你的圣殿，来得到福气满满，来得到人生命的源头，人生命的祝福。阮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妹，这是咱的强读，主所教示咱新的改名。你着真心、真诚、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像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用新的界名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咱即是来启用上帝的话，启用文32篇，这诗篇是130篇。咱三个来启用。上主啊，我对深面求叫你。主啊，求你听我的声，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恳求。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恶罪过。主啊，总是你会赦免人。我迫切听候上主。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人着仰望上主。因为上主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咱即是要请圣歌队来吟诗俄勒上帝。
要归于爸上帝。咱即时来要来领受上帝的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路加福音书》10章25节到29节。《路加福音书》10章25节到29节。我用台语汉字本来读。上帝话安尼讲：有一个律法教师徛起来，试探耶稣讲：老师，我着做啥物，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耶稣应伊讲：律法有写啥物，你安怎了解？迄个人应讲：你着专心、专情、全力、全意听主你的上帝，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耶稣甲伊讲：你应了真对，就照安尼去做，就会得到活命。迄个律法教师为着要表明家己是对，就搁问耶稣：啥物人是我的厝边？以上愿上帝祝听伊的话，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咱即时要来请中路教会的林牧师来证道。伊今仔要证道的题目是听承接永远的活命。我有一个好，感谢咱大家教会的牧长兄弟姊妹，互我即个机会来到咱大家教会，甲咱交换讲台，甲大家彼此分享。我是中华路教会的吕牧师，伫今年对高雄转来到台南，伫高雄我嘛有甲咱的紫云是同一个教会，然后。子安佮妹妹嘛，拢来甲阮拍球过吼，所以遮真熟啦就是甲因真熟安尼。看到咱大家全教会全体安尼服侍，哇，互我感觉真感动。一个全教会做伙振动起来，做伙服侍迄种感受，互我真新鲜。所以这是一个上主祝福恩典的教会恩典满满，甲恁同在，真欢喜。今仔日即个机会嘛是阮要代表总会的团福会来向大家请安报告，就是咱退休的牧者的纪念主日。伫即个咱知影今是伫大港节期的时阵，咱嘛是咧学习耶稣来牺牲家己奉献的心志，嘛纪念咱早前遮的牧者牧师伫教会服侍的辛劳。所以咱知影，咱过去遮个牧者咱过去退休的遮个牧者，伊一生拢咧宣讲上帝的福音，伊嘛尽力咧服侍教会。所以同学会希望互遮个牧者夫妇会当得到照顾所以伊就来创设同学会即个照顾牧者的一个专号，叫做爱牧之友爱牧之友，或者受着重病，也是身体艰苦的，也是拄着急难的牧者家庭，因会当得到帮助所以借着即个退休的牧者的奉献主日咱嘛用咱的活动实际活动，关心、鼓励、支持，来互遮的退休的牧者，受着灾难的牧者，会当看见上帝听，嘛是搁伫扶持因所以伫遮，阮代表总会同福会，所有咱大家教会兄弟姊妹，搁一届感谢因为恁每一个祈祷，恁每一个鼓励，恁每一个奉献，拢是遮的退休牧者、受着灾难的牧者的帮助。所以上帝纪念咱的付出。伫讲道进前，咱先做伙来祈祷。至神父上帝，主感谢你。这是你的美好的时刻，互我会当为着遮的退休牧者、遮的需要的牧者来伫遮分享，来伫遮看见上帝听，甲因同在。主啊，阮也要照着即个主题，听是承接永远的活命，照着你的话语，互阮知影上帝你伫阮心中所要教导的、所要帮助的、所要提醒的，也互阮学习你的模样，将你的福音继续传落去，也将即个恩典祝福
大大充满伫大桥教会，互大桥教会兄弟姊妹复兴，有上帝的恩典，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些人是我的厝边，哦，咱若基督徒听到即句话，就足紧的反应讲好的撒玛利亚人，无毋对。今仔日的经文就是要用好的撒玛利亚人即个脉络的头一段来甲你大家分享，来看耶稣安怎面对一个要故意甲伊刁难的律法师吼，法利赛人，伊用智慧，耶稣用伊的智慧，用伊的教导来帮助属于伊的人，吼。啊，永远的活命，咱得爱先想一个问题：永远的活命是啥人想出的？咱知影犹太的律法师，吼，犹太的迄个律比，迄个经学师，因首先伫因的教育学程内底，因必须爱伫13岁开始，就接受摩西五经、上帝的律法、犹太传统，吼，伫甲因教导。吼，因受着这教导，通过这考试试验了后，因的地位是受着尊重的，有权威的，吼。你知影有权威的人吼，你看，毋管是学者啊、牧师啊、吼教师啊，有权威、有专业的人，当因的权威甲因的专业互挑战的时阵，吼，因真自然的嘛会想要起来反抗，吼，所以因就会反抗即个挑战因权威的人，吼，所以耶稣来到因中间挑战因的权威，所以因就问耶稣一个问题，吼，即个问题真重要。但是还未有人做到，还未有人做到即个问题，所以因就来问耶稣即个问题。伊就问耶稣讲：我爱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我爱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哦，就甲伊出难题啊！吼，耶稣无对伊直接来讲破，只是徛伫即个，因为伊。耶稣知影，即马徛伫即个律法师头前的即个，耶稣确实永远活命唯一的方法。但是伫问问题，即个律法师已经显出伊的弱点，因为伊毋捌耶稣，伊毋捌啥物是真正的活命。所以咱嘛来想即个问题：当咱咧想讲，我要安怎得到永远的活命？即个问题就是人想要用家己的智慧、甲家己的专业、甲家己的能力，吼，去追求，也是去利益交换，互家己会当得到安尼的活命的福分。当时伫犹太人迄个时阵，有人有即种看法。即摆的咱检采嘛是即种的观念甲态度。人在追求永远的活命，习惯性用人的价值观、甲人的方式来做有价值的交换，吼，想要用交换的方式得到安尼的福分，吼，这当然就毋是上帝国的答案嘛，吼。所以即个律法师，吼，即个律法师就亲像伫人咧面前举大刀安尼吼，关公面前耍大刀。伊想要用人的观点，吼，伊家己的观点来观察耶稣，你要安怎回答即个问题？吼，你要安怎回答即个问题？耶稣安怎甲回答？吼，伫经文内底嘛有讲到，吼，律法师，吼，伫问即个问题时阵，耶稣的回答是讲，律法安怎写，你安怎了解？吼，即个律法师只好用。照着耶稣所讲的，伊头壳顶伊读过的册来回答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你的上帝，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吼，好，咱看下一页哈，咱看下一页。嘿，即句话啦，嘿，即句话好。
你着尽心、尽心、尽力、尽意听主你的上帝，搁爱听厝边亲像家己。当即个法师讲即句话出来了后，耶稣就讲对，无毋对，你着照即句话来行，你着要得到活命。律法师吼，就亲像咱伫学校伫上课的同学吼，伊着明明知影老师已经出题目互伊啊，吼，而且老师阁允准伊哦，老师讲你会当甲册拍开 open book 来找答案，吼，你嘛找答案，毋过找着答案嘛写出来啊，即个考试的结果嘛是无及格。为虾米无及格？因为即个律法师伊无抓着重点啊，因为伊毋捌啊，毋捌送，徛伫伊面前即个，才是永远活命的源头。迄个才是锁匙，迄个才是开力。所以有一个有名的作家，也是演说家吼，是搁咧讲，决定你人生的悬度的，毋是你的才能，是你的态度。决定你人生的悬度的，毋是咱的才能，是咱的态度。所以咱看到即个律法师的态度，伊一生拢想要做一件代志。用家己的才能，用家己的智慧来找到永远活命的方式。伊用人的眼光互相比较竞争。即个比较竞争的内底，找到一个家己真正会使接近上帝恩典。一直到耶稣徛伫伊的面前，直接甲伊突破伊骄傲的所在，并且提醒伊。听的行动，甲彼此相听，才是真实会当接近上帝、认捌耶稣的方法。伊头壳知影，伊会晓背啊，但是伊无行动，伊嘛毋知啥物是彼此相听。所以要得到上帝，要得到上帝永远国度的活命，爱对咱即个人的本身。安怎看耶稣的态度，来决定咱生命的悬度？咱生命的悬度有偌悬，就是咱看上帝、看耶稣有偌尼啊谦卑，偌尼啊愿意伫伊的面前跪落来，来甲伊服侍，来顺服。所以这嘛是甲咱互相提醒，透过即个律法师的一个态度，来互咱。看卖啊，咱家己内心的状态是安怎的吼？所以咱看 PPT 的下一页。耶稣的话，听入人的心，听入人的心。伊会插，伊嘛会听惜。如果即个律法师，伊听着耶稣甲伊讲的这话，伊愿意佮谦卑落来，愿意去行。安尼，伊的救赎就临到伊的生命，对无？但是事实，即个律法师就毋是安尼。即个律法师就是表明，伊就是要来看耶稣，要来互耶稣处笑的啦要来看耶稣，甲咱回答伊讲的话伊就是要来试探耶稣的所以，即个问题就表示伫伊要表示家己就是有能力的人即个态度顶面，骄傲啦，伊就是要骄傲伫耶稣面前讲，我较厉害，我较敖。但是伫即个态度，就是互伊无法度得救的原因。咱知影，基督耶稣已经伫加利利甲犹太的所在，成做真大影响力。即个影响力，或者个传教士，或者个法利赛人，或者个经学士甲文士心中。足无平安的，因为因的权威完全互挑战，所以伊来试探，即个律法师就来试探，佮来对抗耶稣。所以，当耶稣讲，啥人是我的厝边的问题，会甲伊提出了后，甲即个律法师讲，爱用听行动了后，即个律法师永远徛咧，
坚持伊家己要讲的代志，坚持伊家己要讲的心态。所以即个吼，就啥物伊 open book 嘛是摕要着成绩的原因，就是安尼。因为就亲像草莓啊吼，这草莓啊有无？草莓啊要人杀人，草莓啊人加工吼。咱通常看着草莓啊人加工，加工会安那皮薄忝嘛，想讲加工伊会，互伊用脚跳来跳去。毋过你知影即句话上尾一句是啥物？对，草莓啊死翘翘，你以小博大，吼。甲人虽然加工伊有反应，但是最后即个草莓啊嘛是落咧加工的喙内底。这就是甲咱讲的是，即个律法师就亲像即个草莓啊伫遐，伫人耶稣要互伊生气，要互伊出糗，要互伊失败，但最后伊嘛是爱落着伊家己软弱、无才调、无法度的时刻。嘛是互加工互食去吼，所以，但是咱的主耶稣无甲食去啦，咱的主耶稣就甲用怜悯佮可靠的方式吼，伊甲伊提出一个疼的邀请，因为伊非常清楚，即个律法师完全无明白伊要讲的疼是啥物意思，所以接受落来，靠咱听到迄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吼。即个经文就是安尼讲啦，讲有一个耶稣就对即个律法师讲，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落去到耶利哥，伫中途的时阵，伊去拄着一个强盗，迄强盗将伊的衫拔去，将伊所有物件抢去，佮甲伊拍到半小时，甲伊等伫迄个所在，走拄坎，拄啊好，有一个祭司，祭司就是像阮安尼牧者安尼祭司，行迄条路落去，伊看到即个倒伫涂骹互拍到半小时，刚刚要死去的人，伊就活一个心，行过伊，无甲插。过无偌久，佫有一个利未人，就是咧服侍圣殿，毋管是弹吉他、弹贝斯啊，遮个利未人，也是举迄个帐篷的人。按遐行过，看到伊嘛共款，甲伊看一下，然后就搁坐另外迄边过去。因为这是因守律法，律法讲，若有要死去的人，咱就袂当甲摸会无洁净，无洁净，所以伊就想讲这规定嘛，我就莫甲救我，因为我嘛要赶去教会啊，第二个利未人，检查伊心会落软，但是伊想着伊是要协助这祭司，协助教会事工，嘛有规定讲袂当去摸即个要死去的人，死去的人就是无洁净的，所以伊嘛是有一个心走去啊。只有一个兼因对敌的撒玛利亚人来行过遮，看到即个受伤的人，伊就动了伊的心，怜悯的心，甲伊怜悯，用油甲酒，甲伊抹咧，治疗咧，甲伊包起来，用家己的褥仔甲伊载咧，佮出钱，互伊去旅社伫遐安置。所以耶稣就讲即个故事，互即个律法师听。咱知影犹太人甲犹太的族群，因是甲撒玛利亚人是非常的对敌的，因为感觉撒玛利亚人无够纯正，伊毋是纯正的犹太人，伊嘛是无清气的人。但是耶稣照着即个比喻，甲即个犹太人讲，即个无够纯正的人，却愿意付出家己的疼，去帮助迄个得要死去的人，用伊家己有诶献出来帮助伊，甲伊包起来，佮互伊会当得到安置，伫一个旅社内底得到照顾。耶稣伊用一个足生活化的故事，但是即个故事就亲像圣神的宝剑共款，插入人的心，插入去祭司，插入去犹太人，插入去利未人，或者高赞的人的心。
因为遮个高赞的、遮个利未人、遮个祭司、遮个律法师、遮个法利赛人，拢喙内底会晓讲嘛，知影是我爱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听主你的上帝，也爱听厝边，亲像家己。但是因的头壳内底，却毋是安尼。伊的头壳内底是人所规定的，一个胎哥袂当动，一个死去也袂当动，一个无法度帮助，因为这无符合阮的规定。吼，就因为安尼，疼就消失去啊。当这个疼消失去，上帝就无去啊。迄个会当帮助人的厝边嘛无去啊。耶稣讲即个故事，充满疼的快乐，充满疼的快乐。但是伊却亲像一个互等伫路边的石头啊！啊，即个等伫路边的石头啊，伊是一个触角石啊！伊是一个触角石，伊较是上重要的地基啊，上重要的地基。所以，即个撒玛利亚人，咱即个故事讲的撒玛利亚人，是互犹太族群所看轻的。但是伊一看到即个要死去的人，就动了怜悯的心，心内真毋甘，就怜悯伊。即个撒玛利亚人甲上帝疼的心是合作伙的，甲上帝的行动是合作伙的。所以耶稣嘛要照即个，甲遮个无甲上帝行动、甲听合作伙的人讲，来做比喻。所以咱嘛通过即个故事来思考啊，即摆的咱是虾米人的厝边？啊，咱是虾米款的厝边？咱是有甲上帝听、结连做伙的人吗？所以咱看，即个，咱照着听去做吧。照着听去做吧。耶稣其实互即个学生足侪机会，互伊 open book 啊，去甲伊解说讲题啊，伊就安尼甲伊解说啊，我去甲你解说，佫是甲伊听的行动是安怎？但是耶稣讲完即个故事了后，佫一摆问即个学生，就是即个律法师讲：你想啊，你想看觅，伫这三个人，伫祭司。伫利未人、伫撒玛利亚人，这三个人，倒一位是即个互强盗抢去的迄个人，互拍甲半小时，倒伫涂骹顶，伫要死去即个人的厝边。即个律法师安尼回答讲，是怜悯伊的迄个，是怜悯伊、怜悯即个倒伫涂骹顶的即个。耶稣讲，你知影？安尼，你就照安尼去行吧。你就照安尼去行吧。一开始，耶稣就即个律法师讲：你所了解的摩西讲的律法，照即个去行，是会得到永远的命、活命。讲完了后，律法师伫甲伊辩答，耶稣去讲一个比喻，互伊听了后。最后即句嘛是安尼讲，你照安尼去行吧。所以耶稣嘛是搁一甲咱提醒，咱到照着迄个三听的心去行，照着三听的心去行，用实地的行动表示咱是实实在在伫听上帝。咱是知影耶稣基督。就是永远的命活命，互咱会当跟对伊，去进入伫上帝的国度，得到永远的活命。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并无要求咱，也是这律法师，做啥物足伟大的贡献，比如讲发明啥物足伟大的器具像即马 AI 帮助人类，也是爱做啥物足强大的贡献，爱捐足侪钱，也是爱做啥物轰轰烈烈的付出。其实伊讲的就是一个足细项的代志。你若有怜悯即个智美色的
软弱的、受伤的、艰苦的，这兄弟姊妹详细的迄个，将耶稣基督的疼藏伫因的心上，安尼，咱就知影什么是进入上帝国度迄个永远的快乐。所以，接着疼来去行吧。只有主爱甲怜悯，咱才会当看见上帝主权的实践，就是上帝国的来临。所以也只有疼，只有咱内心有即个彼此相疼的心，才会当来承接对上帝国来永远的活命。只有咱内心有即个疼，才会当将咱的即个身体甲生命抛开，互咱承接迄个永远的活命。所以最后，咱要用一个圣法兰西斯的祈祷文，即嘛是咱的祈祷，互咱会当看开咱的心甲目睭，互咱会当用咱的行动去听、去看见咱身边需要照顾的人。包含伫遮个退休的牧者、判病的牧者、拄着急难的牧者，因的生命嘛真需要咱用疼来甲因关怀。所以咱来念即个祈祷文，嘛做一个最后的祈祷，咱做伙来念吼，这是台语的吼，这是圣法兰西斯。圣法兰西斯伫中古世纪的一个时站，伊本来是一个真好野的家族的一个囝儿吼，就是继承人。但是伊因为看见上帝的慈悲怜悯，伫遮会需要救济软弱人的心上，所以决定放弃伊原本有的，要学习耶稣共款，去来陪伴遮个需要的人，甚至伊的疼开始咧疼所有的万米和鸟仔。含野狼，吼，含所有的代志，伊拢听落去，伊拢会当甲因对话，伊拢会当甲因讲上帝的听。所以咱嘛用圣法兰西斯的祈祷文，做伙来加做咱听的祈祷。吼，咱三个来念来请。主啊，求你让我听做你和平的器具，有怨恨的所在，也仁爱的真旨。有分裂的所在，也合一的真旨；有错误的所在，也真理的真旨；有伤害的所在，也赦免的真旨；有妖异的所在，也信心的真旨；有失望的所在，也毋望的真旨；有黑暗的所在，也光明的真旨；有忧伤的所在，也喜乐的真旨。至圣的主啊，让我较毋是追求受安慰，是去安慰人；较毋是追求受了解，是去了解人；较毋是追求受人疼，是去疼别人。因为对予人，阮要得到；对赦免人，阮要得到赦免。伫丧失性命的时，阮要得到活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这是一个真水的祈祷，愿这个祈祷接做咱生命中的快乐，互咱的生命承接迄个疼，来领受永远的活命。好，安尼咱到这个所在。这是咱的吟新圣诗83首，耶稣基督天后，请起专吟专首。
真济，咱只是准备心来奉献。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修会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由此通过我逐摆关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理性，分辨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在正丰收的种子，我相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法的交托。由此按照你的信息甲你平时所感，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阿门。谢谢。即个未即摆进前，校长有甲我讲，即个李牧师哦，可能细汉吼，即个所以即个免调相关哦。但是我今仔看看咧吼，伊是比我较大汉，安尼看看咧就知影，即个校长伊也毋捌看过李牧师，跟我共款毋捌看过李牧师，所以互我今仔思会哦，思会咧较足艰苦。目睭安尼安尼看字看无啥有，所以我即摆特别甲调悬。咱即摆以后要思会。咱都要看先看即个牧师的情况偌悬，来做调整安尼哦。咱下面的时间，咱就是公道的时间啊。
咱公道拢总有7项目哦，咱选项的啦吼。啊，咱要为什么的祈祷？咱选项的，咱一届7条，咱7项咱祈祷袂了啦吼。咱这种周报吼，毋是印了咱的教会要祈祷的尔，咱来退转去。吼，咱爱每一工啊为着这代志来祈祷。咱三角开喙来祈祷，听我咧厝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阮随你竞选的儿女。阮每一工的生活中，阮不是爱甲你诚做结连，诚做一体。阮就主你来帮助阮，阮会因着阮甲你的连结，阮得着信心。阮的心啊，得着相信，阮的信仰甲力量，得着。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有上帝的听，主啊，互阮会当困读圣经，互阮伫祈祷内底，互阮伫生命内底，互阮当经历上帝的祝福。主啊，互阮同工彼此服侍，会当顺服有上帝的听，而且有上帝充满智慧伫阮的内底。为着教会的青年遮儿童来祈祷，互阮会当伫阮的品格内底，互阮的生活行做内底。会像亲像提摩太安尼，会当伫上帝看顾，互因无看因年轻，乃是有上帝的同在教导，因的心量，甲因的智慧，那成长，互人甲上帝共欢喜。主啊，为着教会的建筑的遮的贷款来祈祷，主啊，上帝你要强种拼乐稳定。大桥教会，互即个管是建筑的款还是建筑的需要，上帝你的方式去拼乐即个所在。主啊，阮嘛为着阮大桥教会的灵命造就，福音的报道来祈祷，互一个人大桥即个所在，明白即个教会，互即个教会叫做上帝福音的所在。为着教会的新朋友来祈祷，互遮的互动看顾保守上帝的听。为着教会内的兄弟的病痛来祈祷，民风乡秋雅米姐。墓庙灵界，主啊，遮个兄弟因身体的需要，你拢知影，也保守因的亲人，伫照顾的过程，上帝手术的能力，也伫遐来互上帝听，充满伫迄个所在。感谢主上帝，感谢你。是我来报告，咱下周信港事务人员哦，请咱家己底来看，咱来看消息通知。今日是退休传教士奉献主日，咱感谢中华路牧师吼，李牧师前来本的正道请安，请咱继续为着退休传教士关心代祷，我代表教会李牧师谢谢。拍鼓啊一个，真多谢。第二点，本主日进入大港节第二主日，点到第二期的知识的垃圾，是要象征有备信心当有备主的路，用性命的好品灵，模样传扬主救人福音的好消息。第三，咱请为着这个妙龄姊妹明仔载要接受这个遗葬手术关心代祷，愿主来保守来医治，互伊拢平安得死。这个咱7月这个20，咱文化中心有一个演讲戏剧，请咱有差不多有30场免费进入，这写20场毋对啦，30场啦请邀请兄弟圣歌队员拢会当来去参加。然后意思的，咱就伫楼骹
咱的填名吼报名。第五，7月本月日24日，本会举办圣诞节活动上帝进行。咱看正手面有这活动的时间表，咱家己看吼。咱第6点吼，加一点，咱今仔咱的小组吼，礼拜三有这个年终聚餐吼，伫这个长育城对面已经育人馆吼，咱这个本小组跟这个修订小组吼，两组未全拢参加。而且咱也邀请到咱毋是小组员吼，嘛会当去啦吼。大家做伙来伫遐年终聚餐一下吼，伫遐交陪分享安尼吼。这个行动不方便的吼，咱伫礼拜煞，咱就伫这个门口伫遐等吼。我会赛车来甲恁载过。这个时间吼是12点外啦吼，所以咱伫遮11点，咱就会当前往。请大家踊跃参加。这是咱的纪念今仔日这个金句吼，台语、华语，咱念一遍。伊应我，你着真心真性真力听，咱主你的上帝，你亲像阿弟，你说你的喜乐，听见就我。他回答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只要行，就必得永生。路加福音13:27-38节。这个校长你有要补充报告？拄则足歹势吼，因为我看到吕牧师吼，就远看啦，所以我无做清楚。因为有当时开会的时候会误着吼，所以迄届是我远看，毋知伊足悬，惊足歹势，无张落。我来报告，今仔真感谢吼，因为牧师伊是教我讲台。我知影吕牧师伊即摆面对是开蛮小讲哦，因为伊要建堂，吼，所以他身上的重担也是很大吼。求特别上帝祝福因，上帝会大大甲恁供应，免烦恼，吼，嘛是咧供应当中，你来体验到上帝的疼伫恁中间，阿免。阿免。然后咱来看迄个第3点吼，妙玲姐吼，妙玲姐已经经历足侪届化疗，伊是胰脏癌，但是我觉得她是能够很用正能量去面对，伊嘛是即个中间来体会的，真的是。上帝给他的喜乐的心，经历这样子因为几届探访吼，我感觉伫伊的信用顶面，伊最近安尼会艰苦，互伊体验更深。嘿，这是阮对他口中所讲。咱免紧张，伊的手术是经过医生评估之后，手术是没问题的。只是讲伊明仔载要手术。迄个时间可能爱，因为那个地方比较细腻一点，所以可能要6-7点钟的时间。咱爱这足烦恼啦，足紧张啦。伊就讲要去遐陪啦吼。阮也讲吼，可能因为爱这已经是90几岁，咱的长辈信仰的长辈去遐吼，可能会较不舒服啊。我也讲伊等厝较舒服吼。所以咱嘛为着爱这来。大倒吼，毋通为过头为这代志来操烦吼。另外就是咱吼迄个爱餐，咱的12月迄个爱餐吼，咱会记得去天下吼，即个1号1道菜吼。咱嘛当邀请咱的亲戚、好朋友、厝边，拢会来做伙来参与来分享即个。爱的礼物吼，咱到时咱嘛会来迄个抽迄个油嘛吼，礼物吼交换嘛吼，所以请咱大家会当较紧甲即个代志来写好吼。好，我报告到这，谢谢。迄个志明吼，伊手着伤，伊是去煮物件切着手，
啊，我昨有甲伊讲的时阵吼，你切物件切着手，啊，可能也是有一点，伊迄个伤口，因为皮筋切着吼，啊，所以无法度有去挂急诊看好。但是呢，我昨下昨暝我讲，你可能徛倒摆可能无方便。啊，我请陈默大哥，伊再无顺流去甲伊载了。伊讲好啊，吼，我要约伫迄个延平市场的对面迄个军营遐吼。伊讲好啊，结果下早看讲，小珍姐，我的手有一点渗那个血啦。伊讲行医生，伊就讲，啊无我就等厝看直播安尼。讲好啊，吼，你看直播，然后我11点再打电话给你，你可以的话。我来叫陈默大哥去甲伊再来做伙食饭，吼！啊，所以嘛有着伊诶，这个伤口快点愈合，伊有怕迄个什么破伤风，他也是有打吼。啊，因为咱知伊做好主架，啊，做好主架嘛去，无小心嘛会去切着手啊吼。啊，所以咱吼，咱这家庭主动要做细腻吼。好，报告到这，感谢。所以咱遮个女性哦，要嫁翁吼，都要嫁着即款人哦。啊，你厝里拢伊咧做主家的安尼哦，感谢主啦哦。咱即时来吟最后一首圣诗400首，愿主人来甲你同在。咱吟诗了后，请吕老师传咱祝祷，起立。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之爱充满伫咱的心中。愿上帝永远的活命伫咱听的行动内底，互咱承受这个亏难。愿信心的充满大大祝福伫大桥教会，互因复兴有亏难，互因领受上帝对天堂饼的恩典，恩上加恩，日上加日。感谢上帝，安尼祝祷，奉耶和华上帝，愿奉信心，用爸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